有首歌在图腾乐团里面很特别，然后我很喜欢，然后这是图腾乐团第2张专辑的主打歌。后来拍的 MV 我觉得很好看，因为请了一个日本导演来帮我拍的。丑是一辈子的事啊，但是能帅的时候尽量帅。所以那时候找了日本导演来拍，哇，从来没看过自己那么好看过这样。然后 MV 拍完了，结果 KTV 都点不到，就有点难过。有机会你可以上网查这首歌《放羊的孩子》，献给各位。来，玩笑开始了，放羊的孩子，游戏人生的开始，那是谁迷惘了，恶作剧的快乐。是懵懂的无路可退，在追求什么？只有什么感觉什么承诺也还只不过是个未完成的梦。梦什么？梦大家都有的追求什么？就获得满足的快乐，像放羊的孩子。游戏人生的开始，那是谁迷惘了？恶作剧的快乐，是那年的是懵懂的无路可退，在追求什么？只有什么感觉什么承诺也还只不过是个未完成的梦。梦什么？梦大家都有的追求什么？就获得满足的快乐，像放羊的孩子，放羊的孩子。